很久以前，太阳的儿子次日爱上了月亮的女儿暗月，他们一直幸福地生活着，人间也一直祥和美好。直到有一天，恋人们开始抱怨对方不够爱自己，人间充满越来越多的猜疑和怨气。次日和暗月为了减少人间的怨气，他们一起高挂在天空，呈现日月同辉的景象。这是为了告诉人类，爱很重要，爱从未消失。以当代艺术家楚鸿飞的成名作《宝贝》为代表的艺术精品，这是艺术品的盛会，也是藏家们不可错过的机会。名作《宝贝》花落谁家，将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大悬念。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。今天行动的目标是抓捕黄鼠狼，一个长期活动在东南亚地区的贩毒分子。据可靠线报，黄鼠狼今晚将会在本市进行一次交易。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务必等到黄鼠狼交易完毕，进入酒店地下停车场的时候再进行抓捕。这是最后的时机，提醒各单位按照计划完成任务的同时，一定不要惊扰到无辜的群众。完毕。楚先生，您早期的创作风格和现在有着明显的差异，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的画风发生了变化呢？2000年之后呢，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风景画上，画画大西部，画画雪山，画画沙漠。可是您的画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幅宝贝啊！对啊，画最多的女孩是谁呢？对啊，画中女孩是谁啊？其实呢，我反对一个艺术家的风格是一成不变的，会运用想象力和个性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感受，是艺术的根本。记得您曾经公开表示过这幅画是非卖品，但您今天为什么又突然拿出来拍卖呢？对，是什么让您改变了想法？我先生是觉得艺术家不应该被过去的成就所禁锢，
不留恋过去的成就，才会不断创造新的高峰。请问您不好意思，我先生需要休息了。再说2句吧。楚先生，那个画中的那女孩是谁呀？问一下，画中的女孩是。我是你们的主播夏夏。现在我已经到了位于上海外滩的高档艺术品拍卖会现场。听说今天的重头戏是当代绘画大师楚鸿飞先生的镇派之宝，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啊？关注夏夏，为你带来最新最酷炫的艺术生活品资讯。赵老板，是我，这是我，画里面的是我，这是爸爸画的我。这画行吗？相信我，您这趟不虚此行。各位亲爱的来宾，请大家尽快就座，本次拍卖会即将开始。走吧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幅画是非卖品，可是你倒好，趁我外出不在的时候，自作主张就把这幅画给拍卖了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卖就卖了呗，反正这么些年，你也不爱看它。再说了，成名作压箱底的，还真没见过几个。我是不想让它成了我的天花板，我还想往上突破。你早就已经冲不过这个顶峰了。什么意思？朋友们，我们马上进入正题。今天第一件拍品为您呈上的是奥匈帝国银器。这款纯银打造的艺术精品，是来自奥匈帝国著名的施马特岛红宝，是18世纪贵族们的收藏。这件艺术品起拍价为150万人民币，单次加价10万元人民币。朋友们，竞拍开始。哥，用不用公车票进屋啊？不用了，我就在大堂看着。那您要的东西，你们给我盯紧了，看看到底是谁拍到哪幅画了。67号女士出价的210万，有超过210万的吗？有沉不住气。210万的吗？210万一次，210万两次，210万元。220万。135号先生出价到220万。240万。67号又增加到240万，有超过240万以上的价格吗？有超过240万的价格吗？240万一次，240万两次，300万。88号女士出价到300万。有没有超过300万？有超过300万的价格吗？300万一次，300万两次，300万三次。恭喜88号女士获得了这份精美的拍卖品。钱，我是个艺术家，不是资本家。我不卖。这幅画，我绝对不会卖。我这
这就跟主办方说去。艺术家也是靠市场来证明的。下一组拍品，银胎珐琅贡器一组，是清宫6品佛楼一尊，是清代皇室御用的贡器，起拍价200万，单次加价20万元，竞拍开始，请出价。80万号女士出价220万，有没有高过220万的？宝宝们，我现在已经到了拍卖大厅的门口啦。然后呢，里面已经开始了如火如荼的竞拍。现在呢，我就带你们进去看一看。哎，对不起，小姐，你现在不能进去，非常抱歉。为什么？我们的现场禁止拍摄，所以请你马上离开。我是酒店邀请的媒体啊，我过来拍我帮你们宣传的。啊，非常抱歉，小姐，我们会场是有自己的规定的，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谢谢。我没听说我有这个规定啊。哎，大哥，我答应过粉丝的，我真的不能跟他们失信的，真的，你别拦我。真的不行，小姐，我是媒体，我真的。原来是红坊画廊的楚公子，楚公子你好，楚公子，您和陈总是在 VIP 1号室，就在那个方向。好。哎，帅哥，你帮我个忙呗，我特别需要进，你能带我进去吗？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但我一看你人就特别好，而且我真的特别需要进去，你帮我吗？那你得答应他们进去不能拍摄。我不拍啊，我绝对不拍，我现在就收起来，我绝对不拍。可是楚公子，里面没有空余的座位了。把我的座位给他，反正我今天来也不是看拍卖的。很久以前，太阳的儿子次日爱上了月亮的女儿暗月，恋人一直幸福美好的生活着，人间也一样祥和美好。直到有一天，恋人互相抱怨，说爱对方不够多，人间于是也越来越多了怨气和猜疑。于是次日和暗月为了减少人间的怨气，双方一起挂在了空中，于是呈现出日月同辉的景象。他告诉人类，爱很重要，爱从未消失。朋友们，下一部拍品将是今天的压轴作品，是由当代的艺术家雪山画派的创始人，深入研习雪山画技20多年的著名画家楚鸿飞先生的亲力之作《宝贝》。本件拍品的起步价是280万，每次加价20万元。这起拍价也太高了吧！这幅画的价值远超于这个价格。朋友们，这可是楚大师的作品，楚大师本人的作品本来产量就很少，愿意拿出来拍卖的更是寥寥无几，所以280万绝对的超值。300万，300万，320万，320万，380万，这位先生出价380万，400万，400万，450万，450万，有超过这位女士的价格吗？我出500万，500万，有超过这个价钱的吗？有超过这个价钱的吗？650万，这位女士出到了650万。是不是有点太猛了？我不过是替大家省点时间吧。那是我的钱。您放心好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你的作品已经出到什么价了吗？650万。而且，这仅仅是你这位艺术家价值体现的开始。你不知道这幅画对我意味着什么。不管意味着什么，我都不希望你一直背负着它。
万，700万，有超过700万的吗？有没有超过700万的？有超过700万的吗？750万。这位女士出到了750万，780万。好，这位先生出到了780万，能不能超过这个价钱？780万一次，780万2次。朋友们，楚大师的作品到底能不能够突破800万大关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难道今天就截止到780万吗？我想不会，因为今天到场的都是识货的买家。妈，你怎么才来？公司有事儿耽误了。祝贺你，爸。妈，你是不是把我卡给停了？严格来说，那是我的副卡。手段太老套。你以为你这样，我就会屈服于你啊？至少，你现在为钱来找我们。妈，您不是说您支持我创业的吗？现在我的公司遇到一点困难，需要资金来支持，您不能在这个时候釜底抽薪呐。你想自立，妈妈当然支持啊。但是你凡事总得有个度吧？你放着大好的家族产业不经营，你出去自己瞎折腾什么？啊？你说说，你回国这几年，你都弄出些什么了？你做的，他做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？你问他。麦田熊。你说你起个什么名字不好？麦田熊，股市下跌叫熊市，你不懂啊？妈，只要你不给我停卡，你想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，你就是叫小猪佩奇也行啊。我叫你回来帮我。这么高的价值，我觉得我们这出价太高了。好，今天的价格就定在了850万。850万，有没有超过850万的？850万，850万一次，850万2次，850万3次，恭喜成交。你行吗？您放心，这个价位我不会让您吃亏的。哥，你12点方向那小子好像一直在跟着他们。去看看。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，这不挺好吗？第一手就卖出了850万，证明你雪山画派名高一远。我想好了，下一步就是要怎么把你推向海外。谁呀？看一下。这样去看看。先生，
欧阳先生在 VIP 楼等您。好的，谢谢。你去吧，别太晚，啊。我知道了。志汉，陪你妈妈先回去。啊，爸，我那事儿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。今天的拍卖会总共拍出了5件珍品。走吧，我先陪您回休息室，等着主办方把花送过来，这样咱们今天就能带走了。这边。你干嘛呀？小姐，你必须在你的直播间公开道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违反了我们的规定，而且还侵犯了他的隐私。你要是拒不配合，我们可以追究你的责任。我侵犯隐私了？对，我还被追究责任？所以你现在需要马上把视频删掉，而且直播道歉，要不然我们就会起诉你。那好吧，那我道歉。那你们别追究我啊，我道歉。哎，对了，你让那个司机把车……怎么又是你？怎么回事？楚公子，这位小姐违反了规定，在会场录直播啊。把手机给我。你干嘛？我帮你把这些直播内容删了，这样他们就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了。我都删了，放他走吧。好。让司机把车开到门口，我们要回去。哎，史先生，那个今天谢谢你啊。朋友们，楚公子哎，好帅啊！哎，你这服务生怎么回事？你走路你看着点啊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啊，没关系，走了。你小子是不是偷拍我们呢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啊，那麻烦你过来跟你聊两句。欧阳先生，我的生意就是靠着钱在运转。我们这些人啊，手里的钱都沾着肮脏的东西。洗干净再用，比较好些。楚大师，为你高兴啊！你现在的身价已经超过800万了。欧阳先生，这是真不是我的本意。这幅画它不是我，这是好事情。你的身价越高，我把那东西洗干净的速度就会越快。Congratulations。你挺皮呀！
各位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粗。我就是个酒店打工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你刚才拿着手机在我们周围在那转，拍什么呢？手机呢？拿出来，快点！哎，那个大哥，我手机不能给你，我拿手上给你看行吗？我今天还能拍到爆炸新闻哦！服务生帅哥面对黑社会刁难，临危不乱，以一敌四。都在这儿。随机删除里呢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拍。老大，这个，这又抓到一个，怎么回事？他拿手机在那边拍咱呢。拿来，完了，拿，换。不是，大哥，我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个，你看你们那么多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女孩，有点不太好。滚后边拉去。姑娘，你看，你偷拍了我们，侵犯了我们隐私权，让你把这个删掉，不过分吧？删吧。走吧，走啊！你干嘛去了？不是我，不是证明了我跟他一样的吗？我没拍，让你走的吗？哥，查着什么了？倒没啥，这小子手机里最不干净的。一场误会，别介意啊。走。啊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，随便替人出头，可容易引火烧身。分队，黄鼠狼现身了，突然转向大堂门口方向，请求指示。冯队，请求指示。哦，怎么办？撤。黄鼠狼有所察觉，不能让他跑了，行动！干啥呢？这坏人啊，他们！走，赶紧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打住！放开我！站住！我说丽丽啊，这么多颜色堆一块就值这么多钱啊！一会儿花来了，我得好好看看。850万呢，我的个天哪！买家已经付款，把画送到 VIP3。好，明白。
丽丽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今天是不是拍砸了呀？我听旁边人可说了，这叫什么？不作就不会死。850万呢？你说你拍那么高干嘛呀？哎呀，赵老板，我之前帮您拍了那么多书画，有哪一幅是亏了的呢？那都是我的钱呐！那现在这钱不值钱是怎么着？哎，您就放心吧，这个价位一定让您亏不了的。哎，但愿吧。抓动！喂，小飞，把装画的话筒送到 VIP 室来。好。这就对了，自家的画得拿自家东西装。您就耐心等着吧。来，850万呢。哎，我这850万花的，怎么还让我等啊？应该来了。怎么这么慢啊？赵老板都等急了。实在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好，快进来。哎呦喂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丽丽啊，快打开，快打开！这就是那800多万的。哎呀，就是这些颜料堆在这张纸上，花这么多钱呢，值吗？赵老板，这幅画是雪山画派的代表之作，通过这次竞拍，已经有很多买家感兴趣了。无论价格涨到多少，我都能保证您能赚钱。能赚多少？您放心，最少2成。2成？啊，好。赵总，时间不早了，不如把画赶紧送回公司，您再慢慢看吧。别介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跟我合个影啊！哎。
那谁，你来，给我们照张相。哎，轻点，转个个啊！哎，近点，近点。好嘞，好，再来一张啊！赵总好，东西给您送到了。哎呀，小飞啊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快收起来吧。大总，有一些文件需要你签一下。好，请。话筒给我吧。别动！什么人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民警察。抓起来！季海亮。啊？所长，又是你？刘总，你的人？谁让你来的？你不是负责1楼外面的巡逻吗？不是，我看到他往上面跑了，我当然要追了。你有胡闹！他是我们派出所的，平时工作啊，热气总是这么高。啊，还有今天没有给你们添麻烦吧？啊，那倒没有。看来刘所又培养了一个不错的接班人呢。你小子跟着刘所干，有福气啊！谢谢。带走。小天儿，小天儿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？哎呀，不知道怎么说就别说了呗，明天直接给我嘉奖不就好了吗？哎，行，今天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哎，我觉得你这个外表气质，你要不要跟我走 CP 做直播啊？哎，现在直播 CP 超火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你超有前途的。觉得哎，你别走啊！你看一下，我觉得哎。老头子已经咽气了，留下了一句话：秘密藏在宝贝的那幅画里。敢在老虎嘴上拔毛，姓卓的胆子太大了。来，哎呀，把我这850万拍来的画，就给我那儿，啊！把那个画先摘下来。新月，把画打开。